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4，彼得前书4章13节安尼讲：独独就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。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的时，欢喜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就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用无限的敬畏甲尊重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学乐甲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！你是圣洁、公义、全能的上帝。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，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宽深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伫阮夭伫软弱的时，就大声听阮，愿要深深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的心，互阮无灰心，通伫苦难中悠然有喜乐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伫阮所经历的苦楚中间，拢要甲基督的十字架相连，也要伫伊荣耀显现的日，来显出极大的喜乐甲荣耀。因为阮若有份伫基督的艰苦，也要甲伊做伙快乐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